都是非的女人不可娶，无能力的男人不可嫁。请想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得袂着上苦。什么困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种也着快乐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得袂着上苦。什么困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阿爸，我回你来房间啦，我有代志要甲你签收。喂，总经理啊，你啊早早就来公司啊？是啦，我想要请假，就因为阮阿母吼人无爽快啦，我想要请假带伊去病院看医生。我等下要去病院，市场有搁要带母去互医生看。我是想讲，你昨天跟我去病院忝几工啊，今仔日做好我休困，我中昼就回来，好无？美乖，你甲这种是安怎？无啊。无，你莫骗我啦！阿爸看会出来啦。恁到底是为着什么代志咧冤家？你甲阿爸讲好无？阿爸。你莫问我啦，你若是想要知影，你家己去问市长。是啊，你袂当甲我讲，爱我去问市长啊？因为我讲袂出嘴啊。阿爸，你好好休困啊，我来传来，带我去病院。爸，志忠啊，你甲美娟到底是安怎？美娟一直咧怀疑我啦。啊，伊是咧怀疑你啥？伊咧怀疑我甲阮总经理有暧昧。啊，伊哪会怀疑你甲恁总经理？就总经理打电话来咱兜啊，才会。哦，所以恁翁仔某吼，拢唔敢去接电话啊，对无？啊，美娟一直认为讲我咧甲欺骗啊。你敢有？若是无吼，你就爱甲美娟解释清楚啊。有这个代志是无法度解释的啦。是咱无法度解释。我嘛唔知啦。我带母来去病院。志忠啊，
阿母，志忠啊，你若无去上班啊？你毋是叫我莫去上班，留伫咧厝诶陪你啊？对，阿母老啊，阿母袂记得啊啦。阿母，我带你出来去行行咧，好无？出来行行，咱是安怎出去行行啊？你讲你头会戆啊，心情阁无啥偌好吼。我想讲，无你也出来行行咧，压力较袂遐大，心情嘛会较好啦。咱出来行行，敢若咱两个上？是啦，阿母，干那咱两个。出来行行。恁某是毋是有病啊？是啦，那安尼，我就莫甲你加讲，无你会歹做人。啊，毋过，我想要听你甲我讲一句话，讲你做生我的。陈秘书，我有代志出去一个，公司若啥物要紧的代志，你替我处理。好。志忠啊，你毋是要带我出来行行的，哪会来遮啦？这是病院呢。阿母，是我有淡薄仔感冒啦，想讲来向医生看卖啊。来，阿母，来，你先坐咧啦。来，坐软休困。我行李内底挂好吼，你遮等我。较紧的哦。好啦。吴志豪，吴先，换你啊，莫搁看册啊，来。好。阿母，是安怎样？志忠啊，伊咧揪我的头脏啦。歹势啦。药啊吼，爱照时食，毋好变大食药啊。吼，照时间再过来看一遍。吼，迄个等下，叫你小弟弟来。阿母，志忠啊，这什么所在啦？请人来拢怪怪啦。你毋是去挂号爱偌久啦？南面好啦吼，阿母你先坐咧啦吼，咱坐落等。我著甲你讲吼，以前啊叫伊落来带伊，到即摆手头行甲遮厉害啊！你办遮带伊会收销。好啦，多谢，感谢。胡小弟，阿母，对咱啦，是你感冒，毋是我啦，哪会叫我的名啦？医生的意思是讲吼，爱你陪我做伙入去啦。来，我不爱呀。你无爱？无你看，你留咧遮，因会欺负你呢。紧来啦。这是恁啥物啦？医生，这是阮阿母啦。是啥物症头？就是感冒啦。感冒。嘿。感冒应该去挂内科，哪会走来精神科咧？啥？精神科？志忠啊，捡唔到所在啊啦，才精神科的。医生啊，是安尼啦。阮阿母吼，最近情绪较无稳定啦，可能是压力伤大，伊无法度控制伊家己呢。志忠啊，你都有袂讲啥啦哈？好，你咧骗我吼？你甲因共款，甲我当作是笑的啊？我无笑啦，我毋是笑的啦，我毋是笑的啦。来，医生快！哎呀，查某，我毋是笑的。你嘛共款，你还在带伊咧？行咱。我毋是笑的啦，我毋是笑的。
厝的，哪有帮我接电话？你有打电话去厝的？是啊，我要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阿爸已经真实啦！真实的啊！啊，不过阿伯，因为昨昏真实哦，讲足侪话，已经忝啊，即摆咧困啦。无精神，快艰苦一世啦！别管这啊，无代志啊啦。阿爸哦，即摆已经精神啦，你都莫阁怪你家己啊，吼。对啦，别管这啊，你无打电话给恁阿爸？啊，对哦，我真煞袂记啦，我即摆来打。你来哦！你阿爸精神啊，你知无？我知啦，我准备打电话给阮阿爸啦。紧去拍，电话拍煞吼，才入来内面啦。姨妈煮真侪物件，入来内面食哈。好啦，紧来哦。好。阿妈，也袂精神哦。阿哥咧困。阿妹啊，阿妈哦，煮真侪物件来呢。这段期间哦，你顾恁阿爸顾较真辛苦，身体爱先补一下，加食一寡吼。阿妈，我袂要紧啦，应该补的人是你啦。好啦，好啦，先休困啦。哦，安尼啊。好好好。会困就好啦。哎，你看这啊，哎呀，徛伫这啦，你来啊，来斗阵食饭好。李官啊，坐，斗阵食哈。哎，阿妈，来，今晚先互你。第一名戏出大野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恁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野厝。有一去着呀哩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哎，你看这啊，哎呀，徛伫这啦，你来啊，来斗阵食饭好。李官啊，坐，斗阵食哈。哎，阿妈，来，今晚先互你。看姨妈因一家伙啊，大家拢遐尔啊低笑，过甲遐尔快乐。但我嘛感受着家庭的温暖。是安怎？这种感觉，我在大野厝内底一点仔都感受袂到咧。我实在是真后悔，当初我若较自私的，莫带阿爸转去大野厝，我就袂计互饲着。啊，即摆嘛袂。阿母即摆看到我，敢若看到原相也同款。伊的身体又搁变甲安尼，无论我讲啥物，伊嘛听袂入去。我搁会当甲这个精神无正常的人计较啥物咧？啊，我的后婿不但无法度甲我斗相共，颠倒咧增加我的负担。伊隐瞒我，欺骗我，我甚至开始慢慢仔怀疑，伊对我的感情是毋是变质啊？有人伫咧无？有人伫咧无？哎，钟经理，阿伯你好，是你哦，来，请坐啦。多谢。钟经理，有啥物贵事？我听市长讲，伊阿母身体无爽快，所以特别来甲看卖一下。哦，多谢你啦。啊，毋过市长甲因阿母去病院呢，还袂转来。安尼，市长因某敢有伫个？你是讲美观哦？伊嘛出去啊？你的意思是讲，因阿某做伙出去？哦，毋是啦。市长带因阿母去看医生，美观去病院看因阿伯啦。因两个无共路啦。钟经理。阿伯，你是长辈呢，你莫叫我总经理，叫我爱丁就好啦。
阿伯吼，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请教，你唔通见怪呢。什么代志啊？做你讲。就阮志忠啦，最近甲美馆吼，因两个翁仔某也请啊冤家啦。冤什么嘞？就美馆怀疑志忠甲你，是讲恁公司敢真正遮尔啊无用，逐工就拢爱加班，加班到3更半暝。阿伯，你看个志忠，敢有可能？我咧看，恁两个应该无可能啦吼。阿母，阿母啊！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阿母啊！我不是啥，我无去啥，我不是啥，我无去啥。阿伯，你伫这间厝踮啊真艰苦，对无？我听志忠讲，定甲人冤家。我实在想无，你是一个做好的人，哪会再讨厌你？志忠都甲你讲啥？无啦，你讲好啥？我看应该嘛是一个明是非、讲道理的人。不过伊做出来的代志，哪会遐尔啊？安怎？阿伯，你是安怎要遮尔认命？陈太太，美馆，总经理伊是来。我知影啦。总经理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平常时汉尔照顾阮志忠。一个认真负责的人真歹找，所以拄到志忠这么好职员，我当然也好有办法。志忠敢有亲像你讲的遐尔好？对啊，即摆咧公司的时间较长，甲你相处的时间嘛较长，所以你较了解啦。无亲像我，逐工转来厝内也无几点钟，讲也讲无几句话，较轻松啦。陈太太，我应该向你回信了。我甲你翁的时间手机遐尔济，害你翁某讲话时间拢无，这点我感觉最失礼。其实你免加回失礼啊，志忠会当拄到你遮尔好的头家，因为你付出，我想伊是心甘情愿的。我这个做家后的，嘛无啥物话通好讲。陈太太，我知影你的意思，不过你放心，志忠虽然人伫我遮，内心永远拢伫你边，这点我会向你保证。我相信你啊，也毋过我无相信我的后生。总经理，志忠，你来伫遮？第一名戏出大野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你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大野厝，赞！呀哩哟，呀哩哟，有一起着呀哩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你来伫遮？恁总经理是来关心你的。阿爸，阿母敢有回来？你毋是带恁阿母去病院看病？阿母无回来哦。阿母走去倒啦？志忠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着带阿母去病院啊！阿母雄雄，伊精神全无稳定，煞拍破伊嘛毋知走去倒呢。是啊。我即摆找伊回来。吼。志忠，我陪你去。世间
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人生的舞台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演出怎精彩？有缘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家己写出来。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。